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主持人陈明珍。今日份的《村民台飞》要带人关心台湾的农业问题。因为从农粮的贸易进口来看，你的粮食安全，到底你是生产过剩，也是因为进口强到位哦？是咪用提升的概念来支持台湾农业的永续发展？台湾农业的永续发展，农村人力老化问题一定要解决，是咪后生人家业最带本农村新的希望呢？新的希望係咪有新的方法來帶通？所以互通郵寄係咪就一條較好嘅路？另外最後嚟看到係，喺整體農業政策當中，對農業嘅農地嘅保留同農業人才嘅培訓傳承呢方面，應該有乜嘢原因做出好嘅對策咯？我想咧都係到7月份，你共同關心討論主題。咁樣提醒呢，你可能係從樹殼拿落嘅賣菜嘅菜籃嚟改變呢個世界。到底有冇人用菜籃嚟改變呢個世界呢？我想你先介紹你現場來賓，等下記得會請嗰種嘅精彩嘅分析內容嚇。首先為您介紹係雲林縣香港果菜生產合作社主席廖定川廖主席，你好。美麗的主持人，各位參與這個會議的貴賓。还有電視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他哋為您介紹係台灣主婦聯盟成發社會合作社嘅黃建東黃總經理。主持人，大家好，我係主婦聯盟嘅總經理黃建東。好，再來為您介紹嘅係山水米嘅董事長李東潮，李董事長你好。美麗的主持人，大家好。再來為您介紹是來自248農民市集的楊汝梅。大家好，我是248農學市集的召集人楊汝門，謝謝。再來是為您介紹來自合浦農學市集的許家豪。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台中合浦農學市集的志工許家豪，謝謝。好，感謝各位來賓來到現場參加討論哈。其實到去年民國100年的時節，行政院農業會有召開全國糧食安全會議哈，你希望到109年的時間呢，台灣嘅糧食自給率可以提升到40%哈，目前係31%啦哈。那仲係今年係101年哈，8年之間有冇提升差唔多有9%嘅種嘅糧食自給率呢哈？想了解清困難做到嘅問題哦。今日嚟討論是講，你係唔係到底係糧食生產過多呢？也係因為進口強多嘅哈？我想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一看下分析報道。農田規片的早時時，也係時非年年的小農村，特別對去年就開始不天旱，到夜下已經半年冇落水嘅，也博水也不通，就係一個婦人家同家上面生意呢，個人食得多嘅東西。I don't think any of us can accept that this mother has to go and pick wild food for her children to eat. And if she doesn't go and do it every day, then they don't have anything to eat. 非洲嘅糧荒1年來對東非嘅肯亞、索馬利亞，見對西非8國抗體，就連各國嘅統計，單槍喺西非就有1800萬人動態要肚死。喺阿拉伯半島嘅也門到亞哈為止，至少有1000萬人，也就係今年國家44%嘅人口食嘅東西係冇喇叭嘅。No fat, subcutaneous fat, also muscles of buttocks. There is atrophy here and here. This is a case of severe malnutrition. 強用係營養不良，台灣山係營養太好，大家3萬股油就會減鐵，延伸康太多嘅油分。萬乃農做得可能多是多包嘅傳統，台灣單槍油鹹太多是唔係，唔會有摩拉斯嘅問題。再個對農業生產來看，農民生產過多，佢嘅出得賣唔出去嘅事情，早就唔係新聞呢。草木不生對照，生產過多，營養唔好對照營養太好，台灣到底有糧荒嘅問題嗎？台灣基本上還算是國際上算是購買力比較強國家，所以我們還能夠購買到糧食，所以在糧食的獲得上我們是沒有問題，但是價格上會提高很多。當各國的政府動態全球準備，來面對未來可能的糧荒問題的時節，我們農糧政策在限制產銷問題上建立。因為現在通路大部分說局限在某些角色的身上，政府現在在做任何事形式上的改變，好像都擺脫不了
这些承销者，所以他们根本没办法提升任何农民的收益啊。不管得到粮食有问题无，不过台湾粮食刺激率但将31.7%，农业生产3个都卖唔出去，但系同时无土呢蔬菜嘅，究竟人係喺兩峰風炮底度，也係喺兩峰風炮以外呢？台灣新聞樣片底部都看到嗰種嘅冇東西好，所以國家都廢除啦、死廢嚇，有嗰種嘅阿拉伯式嘅英文嚇，所以台灣因為想講，其實台灣唔係按落後、按窮苦嘅國家，所以應該唔會有糧房嘅問題啦。所以難道有錢還買不到東西吃嗎？哈，所以我們畢竟不像剛影片中的西非或阿拉伯世界國家那麼窮困啊。那所以我想先請教我們現場各位來賓，就說。台灣到底有沒有糧荒的問題啊？還是這個專家學者媒體一天到晚擴大渲染報道？好，這到底是有沒有存在糧荒的問題？我先請教我們廖主席好了。有沒有糧荒這個問題？我想最主要是應該是整個一個氣候的大轉變，可能是一個主要因素哈。那我想以目前台灣來講，因為從消費的習慣的改變，從過去呢是以米食為主的一個消費。但是後來變成是多元的一個消費的形式，所以它會變成是很多呢，把這個我們自給自足的這個量呢大幅的下降，變成仰賴這個進口。我想這是從飲食文化的改變啊，造成我們今天才會有很多的一個農田呢沒有來種這個所謂的這個稻米哈，所以因為就飲食改變。但是以台灣來講，我個人來講，如果說要吃飽，應該是糧荒應該沒有問題，但是要出多種的一個產品，當然有需要仰賴來進口產品來補充，比如說黃豆啦、哈薏米啦哈，我想這些呢都必須要靠依賴進口。那我想這個以黃豆來講的話，可能因為台灣也可以種，那最主要呢就是說進口的產品價格稍微比台灣種的還要便宜。所以廖主席是覺得說，其實從進口可以解決這種所謂糧荒的問題。事實上，糧荒其實供給台灣本土的人口是夠的。如果以用米來講的話，那應該是會夠了哈。但是如果說你要牽涉到現在的多元的銷售的需求的方式哈，就會變成說如果賣，那台灣就可能就沒有辦法來產賣嘛，因為這個價格的問題。那如果說這個大家真的有一天是產生糧荒了，那我想台灣應該還沒有問題說沒有東西吃了。我想這是我個人的見解哈。好，那黃總經理呢？在我們的生活經驗裡，我們確實沒有經歷到說，這個糧食不足這種感覺啊。但是這個問題不是短期，它有長期的思維嘛哈，還有它嚴重跟輕。那身為消費者，因為剛剛主席有提到，它有氣候變遷、有能源改變的這個種種因素哈。那消費者其實我們是主張要主動啊，比如說我們應該去花一點時間了解說，什麼是台灣生產的，什麼是進口的。因為如果沒有這個意識，這個問題是遲早，它是遲早會影響我們的。就好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對，一定要有這個意識，然後我們要開始學習，我們要把這個不確定性跟風險，我們要降低它。好，那再來看到是我們的米的董事長哈，但是我想在這個之前先提供大家一個數據啦哈，台灣最大嘅米嘅進口國係米國哈，佢一年佔嘅台灣差不多55%到60萬噸的進口量啦，等於說我們從美國進口的米哈，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甚至就是說我們從美國進口小麥也好，已經超過台灣的稻米的年總生產量。等於說我們從美國是隱性的台灣潛藏的糧食父母哈，不管從穀類啦或者油脂肉類等等，它其實都是台灣最大的這個進口國。那所以我想就李董事長你的角色來看，您覺得台灣會發生糧荒問題嗎？還是說過度依賴進口？這個問題其實長遠來看還是有隱憂存在。台灣休耕的面積跟稻米種植的面積等同，就是說稻米種植面積一年大概有25萬公頃，那休耕面積也有24萬公頃，等於就是說假定那24萬公頃能夠去鼓勵種植小麥的話，可能我們的小麥進口量應該會很低，因為小麥的消費量跟稻米的消費量差不多一樣，一年大概將近120萬噸，所以政府假定說稻米都可以保價收購，是不是小麥也可以保價收購？
稻米等于说要把我们的休耕的土地的利用再多元化。是，所以2大主食的哈，就是说稻米跟小麦哈，台湾这个面食哈，小麦的用量跟稻米的用量差不多120万吨哈，假定就这个观点来讲，应该是不会粮荒的，目前来讲，目前来讲不会。好，那个我想请教一下杨儒门杨先生哦，你以前有一个很赫有名的这个新闻媒体给你封号，就白米炸弹客，你就是希望大家多吃一口米，多吃一口台湾米来爱护台湾的，支持台湾农业哦。那您怎么来看这个粮荒的问题呢？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我用一个简单的数据让大家了解一下，说我们很简单的说，台湾一年就我们举去年就好了，我们去年的稻米的食用量大概在125万吨左右，我们的小麦的食用量大概在120万吨左右，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的稻米的生产，台湾是可以足以自给自足的。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小麦嘞，小麦台湾我就举很简单就好。我们查海关进出口资料统计，去年5月到今年5月，我们总共进口了134万吨左右的一个小麦。但是台湾的生产量基本上只有几百吨而已。有些时候我们一直对说我们所食用的一个粮食，一直都是针对说我们现在的食用的是稻米这个阶段。但是我们有一天想过说，如果现在就包括说东亚的情势不好，或东南亚的情势不好的时候，有一天没有办法进口，那我们要吃什么？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一直都就觉得说，我们今天台湾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得到食物。但是我们如果从2年前的一个日本的丸红经济会社所写的一本书叫《粮食掠夺战》里面来讲述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很简单，丸红是日本的第3大商社，他也烦恼有一天如果日本有钱买不到粮食的时候，那日本要走向何处？那也是台湾的问题。但是台湾有关心过吗？所以大家目前感觉起来就是，反正还是有钱可以买得到白米啦，哈。那尤其美国这个老大哥卖我们这么多白米，他不可能不卖给我们嘛，对不对哈？那美国人也不太吃米嘛，对不对哈？好，那我想再请教一下许家豪许先生，就说，那您的看法呢，跟各位来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想提不一样的观点，也许粮荒从以前就存在了，以前在不同季节本来就会有不同的作物，没有一种作物可以在整年里面都供给所有人食用。另外就是说，现在只要遇到天气不好，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蔬菜的价格突然上扬了，那电视就开始报，那就感觉好像大家抢着要去买那个蔬菜。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粮荒是人造成，还是它原本就存在的问题？那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粮荒的问题？所以您看到粮荒不只是吃进去的那个白米部分，还有这个其他的像就鸡鸭猪牛啊，这些蛋啊、青菜啊等等哦。好，头下講過，幾位來賓都講到，其實台灣嘅糧食問題吼，冇聽說唔係生產高，是係向依賴進口哈。到底台灣有幾依賴呢個進口糧食嚟先來看一睇呢個動畫介紹。我哋是的一道進口嘅東西，落一杯咖啡，再加一粒棒，冇就係三明治，青島飲食酒係安尼是的。其中99.9%以上嘅咖啡豆係進口嘅，做棒嘅原料細碼嘅100%係進口嘅。莫是按時時落一杯豆呢，饅頭冇就係手餅，安尼哪有台灣味嘅吼？快些哦，做豆呢嘅豆嘅100%係進口嘅，做饅頭嘅碼嘅嘛仲係進口嘅。再來看泰國人當做市場尾市道嘅排骨片檔、老雞腿片檔。雖然雞嘅豬嘅係台灣七大曉嘅，唔過雞嘅飼料飼料曬係90%攏係進口嘅。其中嘅拍飯嘛有可能30%係進口米，冇想到我哋喺按豐富嘅台灣，實施按到進口嘅東西。對生產來看，台灣嘅糧食自給率做得達到80%以上。唔過2010年估計進口量已經將我哋國家消耗量93.44%，油脂類大約係50%，就算係肉嘛已經達到18.76%。台灣其他生產太多，是咧殺靠進口嘅，我哋嘅產銷同產銷之間都大發生嘅某個問題。看到記者嘅新聞嘅分析報道是提講，其實台灣可能純粹係種嘅消費者，這個你生產可能係高量，所以滿足你嘅消費。不過你嘅大部分還依賴進口。其實我們非常非常依賴進口。我想先請教一下各位來賓就好了。你們今天已經吃了一整天的3餐了哈，你吃了多少台灣生產的？吃了多少進口的？那這個比例大概是怎麼樣？這廖主席先講好了。從主食的角度來看呢，哈，我應該全部吃台灣的東西。應該都全部吃台灣東西。從早上的飯啊，中午的飯，晚上的便當，都是台灣的米。所以100%。100%好，那黃總經理咧？
漢人走省是走就是米啊，是饭，奥卡就是饭啊，中午也是吃饭。所以然后因为我是吃植物性的，所以应该我吃的东西今天是100%台湾的。哦，好，都是模范生。那李董呢？我3餐都吃有机糙米饭。哦，有机糙米饭。所以比过去健康。哦 ，OK， 好。那么事实上我刚刚所说的说，台湾假定以稻米主食来讲是没有粮荒了，可是呢，台湾许多畜产都是仰赖进口的原物料，我们刚看的饲料米、玉米啦、大豆啦，哈，假定考量这个部分的话，那台湾肯定是不够的。谢谢。好，那汝门呢？你也是100%都吃台湾生产的？因为早上就吃粥嘛，中午就吃饭嘛，都在家里自己做这样子啊，下午就过来这边了，对啊。好，那嘉豪嘞？应该是米都是在地的啦，蔬菜也是在地的。不过像刚才李董事长说，只要是肉类，就有可能用到饲料，就可能来自于国外。还有就是我们喝的豆类，就是豆浆、豆类的加工品，其实黄豆大部分主要也是来自于国外。错，因为我有吃豆腐，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用台湾黄豆做过来，我有吃豆干。所以你豆干豆腐。所以刚刚的那个宣称是要修正的。哦，好。那从刚刚这个简单调查就知道，其实我们在场都是优秀模范生，都吃台湾米啦。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如果吃到这个肉类啦或油脂类，其实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进口。所以变成说，我们有意无意当中都吃了很多进口的食品。那当然，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很多都是外食族，那可能他吃的这个进口食物的比例就非常非常的多那我想再请教豪哥，就是说你们在这个合浦农学市集是希望推展这种地产地销，那你看说像这种台湾目前这种生产是好像看起来是过量的，供给是可以自足，但是过分依赖进口，您会担忧这样的状况吗？这个有一个农友，东市农友曾经说过，就说我们去看餐桌上的食物到底有多少真的是产自于台湾，他也担心说太多食物来自于国内，我们本来自己有庭院可以种，但是却没办法去用自己的庭院来种，自己来吃，这样万一真的国外对我们采取一些措施，或者说石油涨价的时候，我们的确就会缺少食物的来源。我们摄取的热量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仰赖进口。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两位主席跟董事长，就是说，那你们从企业角度来看，好，那这样的进口难道是不对的吗？或者说是人们本来就有多元食物的需求，或者说觉得说，有这个大量生产，像美国比较大量生产，它也比较低的价格是我可以去取得的。那这个部分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对错，但是你们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那我先请教我们的这个廖主席。嘿，有关于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哈，那当然你主持人提到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大部分的来自于是仰赖美国哈，因为美国是一个不管是五谷杂粮了哈，是一个农业的输出大国哈，我想这个是对我们这边来讲是一个造成某种这个依赖的程度哈。那我想这个我们台湾这方面来讲呢，我个人的理解里面是有地。但是如果要给粮食给自主的话，我个人认为最怕的问题是有没有人要来种地。有没有人要来种地？我认为这个是未来是应该是要去自己思考，这个仰赖那么多的美国的产品进来，那我们认为台湾有地呀，但是有地谁来种？那从人口的结构来看的话，这个种地的人是越来越少，所以我想这个是应该是根本的问题，应该是在未来应该是人的问题是最大。谁来种的问题。好，那我要请教的就是李董，就是说，其实台湾因为加入 WTO 啦，大概在民国90年的12月，我们加入 WTO。当年呢，就说民国90年的时候，我们从美国进口的稻米是7000公斤，到隔年呢，就是民国91年加入 WTO 之后呢，我们进口的美国米就到了12.3万吨。好，从7000公斤变成12.3万吨，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成长哦。那等于那进口金额从200万元也成长到5.6亿。好，等于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变化，
好像是一条不归路哈。那我们也没有再去修正我们这个因为加入 WTO 的限量进口的稻米的这个总额哈。因为当年我们是生产大概有140万公吨，所以我们是以这个14万公吨当做一个标准。那目前其实台湾的这稻米生产已经有下降了，但是我们并没有修改这个限额。那您是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稻米生产过剩或者是仰赖进口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个人感觉了哈，听主持人刚刚一席话了哈。那说实在，美国它的强大不是没有原因的啦。那我们台湾真的是自叹不如啦。啊，你说以我们的土地来讲，说实在的，要种植到能够供给台湾自给自足啊，包括这个肉类这一方面的供给原料的话，坦白是不足的了哈。那事实上，这个。那么我们就只好自己要求自己嘛哈，政府如何来鼓励我们的农民啊？像现在小弟子大佃农，就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嘛。那现在的政府官员大家都是做事都很严谨、很积极的啊。那么我想这个循序渐进这个努力这个提高这个对农民的鼓励种植是有帮助的。所以等于说，您觉得说靠政策还是可以慢慢看到成果，就是哈。但是我也要问两位，就是说，我们常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面讲说什么菜虫啊、米虫啊，到底有没有菜虫？廖主席。这样子这个菜虫跟米虫这个如果从植物本身来讲是确定有植物本身确定是有。本来就有吃菜的妞虫、毛毛虫。是确定有但是我想你们讲的是菜虫的定义，是应该讲人，也就是在这个营销过程所延伸不合法的不合乎这一个常理的这个操作行为，应该你们讲的是这个菜虫。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可能在20-20年前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能买，你不能买，那这个我个人的就叫菜虫。但是你在现在的一个法治的一个社会里头。我想卖东西，你想买东西，两个人心甘情愿。那如果按例来买卖的话，我不认为它叫菜虫，它不能叫菜虫。所以它是一种市场机制。因为是市场的机制所产生的，你也可以不买它，它也可以不卖你。所以我不认为现在还有菜虫，应该是没有。如果有的话是在田里面，要不然就在菜园里面。就是吃菜的毛毛虫就对了。是。好，那李董呢？有没有米虫呢？虽然我们一再什么提高这个粮价啦，什么保价收购啊等等，可是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谷子还是很贵。可是农民都说我收去的我缴的谷子价格都很低，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听到这个影射这个形容词实在是很冤枉了很冤枉解释一下嘛。那现在这个民主法治自由经济的这个社会了这家不能买，那家可以买，这家不能卖，那家可以卖，所以我想都有很多选择嘛。资讯交通那么发达，政府管理又那么严谨，有消基会、消保官、公平委员会，说实在他们忙得人仰马翻现在几乎应该没有任何的空间去做什么暴力的行为了。大的通路商对这个米商、粮商也是杀价杀很大杀很凶所以那我想要看一下我们这所整理的，就是说到底这个合理利润是应该的，但是说这个利润里面是有哪些空间是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的。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先看到是粮商的获利空间了就买进的时候，那个米谷工会会制定股价，那这个部分呢是粮商说了算，是吗，李董？我是粮商但是是良心的良良心的良，好啦，等同粮商的粮好，等于说我们现在这个缴谷子呢，有这干谷、湿谷的换算率嘛等于说就是27度的这个干湿度到24度干湿度的就是差异只要差1度。这干湿度只要差1度就是100台斤的谷子所以这是虽然说起来1度，可是100台斤对一个种作稻米的农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数量了那千粒重谷米的换算率呢是容重比来决定股价那卖出部分是有可能这个新米。当然有一些粮商或者有一些我们在大卖场买来包装米可能是这种新米加旧米，也有可能是台湾米加进口米加一加这个价差也大概
8到10元每公斤有价差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了哈。那我想再请教下主门说，您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在这样的结构里面，小农他能够得到的跟他消费者能够买到的，这中间您觉得说有些什么地方是需要可以再做调整的呢？讲一个其实很简单的说吼，如果现在往前推10年就好了。当时的那个计划性生产的时候，政府的公粮收购是21块钱，到现在是26块钱。但是你会发现到，你回去问老一辈的农友，他在10年前的时候，私稻谷收的时候，100斤就大概在700块到1000块左右。10年之后，现在收的一个价格也在这一个价格，所以我觉得说这中间会有因为包括说运输的问题啊，包括说干湿谷的一个转换啊，包括之后的一个所谓的那个单子就文件书写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说公粮收购之后，还是要把这3个问题有办法去做处理。另外就是在卖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以前常常讲一个笑话，就是说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讲过，就是说台湾很多那种进口米，但是你要做零售其实很难，因为它很多米的品种都是所谓先稻的品种，所谓再来米的品种。但台湾人吃的是梗稻，梗稻的蓬莱米吃起来就是米米糯糯，跟那个粥有点像。但是你会发现到说，台湾进口十来万吨的一个进口米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难去理解到它在哪里做销售。但很多一部分都因为经过混合米之后做成小包装的米去做贩售，或是第二个在那个所谓的那个膳食市场，就所谓便当也好啊，餐厅也好去做一个销售。但是你会发现到说，政府一直以来没有办法在小包装米上面去做一个严格的检查。之后我问一个检查的朋友，他举很简单，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写混合的比例是20%，就台湾米是80%，20%是进口米的时候，那我问你啦，你下去验的时候全部都打碎，打碎之后只可以验出品种，不管是台梗9号、台农71啊，或者桃园3号，但是加上的可能是泰国的香米，或是加上美国的玫瑰米，那你怎么可能验出比例来嘞？除非你一颗一颗挑出来算。刚刚这个李董说他是有良心的粮商了哈，那等于说，那不可否认，市场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包装米在市场上贩售。那这样的包装米对你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冲击吗？因为里面混合了很多的进口米。那当然，这个我刚才提到说，每年14万吨这个进口米当中，有65%。是由政府来购买的，好，那有35%的配额是交给这粮商来购买。那政府它到一定的年限之后，它也是要释出这些从国外买来的进口米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旧米嘛。等于说这种混合米的状况是不可否认，甚至政府买的比粮商还要多哈。那李董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这样的产销问题？事实上，政府的进口米除了说青黄不接的时候才有试出了哈，要不然它大概放了2年之后，它是捣碎哈，当加工食品，或是说供给饲料使用，或是说当酒粮使用啊。那么至于说这个稻米哈，进口米如何去出售这个问题，事实上政府也规定得很严谨的哈，在小包装上要诚实的标示嘛。只要你分级包装分级去销售。那你来教我们消费者哈，怎么样挑到好的小包装的包装米，才不会买到那种联合国的米？要注意哪些标示的内容，哪些重点，那个关键在哪里？好，那你刚刚所谈的重点就是说，进口的部分，它一定有标示说你是进口美国的呢，或是泰国的呢，或是说你美国加台湾的呢，或是说泰国加台湾的呢，都有诚实标示的哈。那总归一句话啦，消费者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啦，优胜劣败嘛。只要你要把你的品牌建立起来，我想你说去做一些投机的动作，是绝对得不到好处的啦。好，等于说最后我们还是要关键是说，除了看前面那个大品牌那3个大字之外，或4个大字之外，翻过来小字注意一下，这个米的生产地或进口国是哪里？其实这个工作是每一个消费者都要做的了哈。那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封3C 产品嘛哈，你买几个新的数据，你都会关心讲，几多代应用把你做出来好用啊唔好用啊，要几多钱？但适度的东西，敢讲伊唔是去关心去嘿。像了迄米sản都来做的，也是你听我讲的，用呀书行嘅卖出来最难的来改变呀司机嘅一个方法哈。像你先讨论到厉害，等下go继续进行讨论。